當年俾美國納斯達克掃地出門嘅 Luckin Coffee 瑞幸咖啡啊，依家一個回馬槍又殺返過去美國啦。近嚟已經喺紐約開咗5間分店啊，仲要係喺曼哈頓嗰啲貴價地方喎。你睇下佢分店嗰個 number US00002啊，5位數字啊，可以睇得出瑞幸個野心。佢嘅目標係要喺美國開上萬間分店啊！大家都知噶啦，紐約係星巴巴個老巢嚟噶嘛。瑞幸今次過江龍，擺明就係宣戰噶啦。嗱，瑞幸依家喺國內咧就好受歡迎嘅，佢係做到好成功噶。但係到咗美國，能否好似喺中國咁成功呢？真係未知之數。畢竟兩個地方嘅價值觀、消費觀念、經濟底蘊都差距好大。對於華爾街嗰啲白領人士，佢哋雖然未飲過瑞幸嘅咖啡，不過 Luckin Coffee 呢個名呢，佢哋就一啲都唔陌生嘅。可以講瑞幸咖啡呢個名呢係有啲臭噶啦。回顧5年前，一個東方大國嘅咖啡品牌，靠住背後嗰班將資本運作玩到出神入化嘅大佬，只係用咗18個月嘅時間就成功喺納斯達克上市。佢哋創造咗中國公司最快嘅 IPO 紀錄。喺2019年 IPO 募資6.45億美元，市值一度炒到120蚊。就喺眾多美國資本追捧瑞幸股票嘅時候，瑞幸就爆咗雷啦。2020年2月，渾水研究 Muddy Waters Research 發佈咗一份長達89頁嘅做空報告，調查咗瑞幸咖啡嘅92家門店，11260小時嘅門店 CCTV， 派咗1500名調查員去查證。結果瑞幸咖啡嘅實際銷售單量遠低於瑞幸披露嘅數據，各類 App 優惠券贈券嘅使用遠超出正常水平，廣告支出同供應商數據造假，每家門店每日嘅商品數量喺2019年嘅第3季度至少誇大咗69%，第4個季度更加誇大咗88%，咁啊即刻指控瑞幸嘅欺詐行為啦。最初瑞幸咖啡仲死口唔認賬嘅，董事長陸正耀仲發聲明話係惡意做空，不實指控。結果3個月後，瑞幸喺證據面前不得不主動承認財務造假，虛報增加收入3億美元。嗱，佢係咁樣玩嘅，佢嘅實際成交價呢係打折後嘅9蚊一杯咖啡，而財務報表寫嘅呢卻係原價。最搞笑嘅係，為咗營造高銷量嘅數據，瑞幸當時嘅大股東陸正耀呢仲玩埋啲小聰明，小票跳號啊！正常嘅小票機出單嘅 number 呢，就係1、2、3、4、5咁樣順序咁跳落去啊，佢就改成1、3、5、7、9咁樣跳住去出單。咁啊，當你一攞起沓小票睇呢，100杯嘅銷量呢就會顯示為200杯。咁啊，財務條數啊對唔上噶，咁就話少咗嘅錢呢就用咗喺營銷上面。呢個陸正耀仲要喺瑞幸啱啱上市嘅時候，將手上嘅股份呢質押咗俾幾間大投行，然後喺中國燒錢發券請大家飲咖啡。嗰陣時瑞幸咖啡嘅新用戶註冊第一杯係免費請你飲嘅。咁啊，結果呢份做空報告一出，瑞幸嘅股價呢就即刻暴跌啦，質押爆倉。呢啲投行呢就馬上強制平倉拋貨，導致股價崩盤，從50蚊啊跌到唔夠2蚊。狠割美國人韭菜嚟到請中國人飲平價咖啡。咁啊，後嚟啊瑞幸啊被退咗市啦，令到瑞幸咖啡呢個品牌呢喺國際資本市場上臭名遠焦噶啦。不過喺2022年後，瑞幸咖啡喺新嘅管理團隊接手之後，就冇再瘋狂燒錢啦。佢哋重組策略，降低成本，增加效率。後嚟推出咗爆款生野拿鐵，銷量非常火爆啊！去到2023年，瑞幸嘅淨利潤開始正增長，估值超過28億美元。咁啊，瑞幸咖啡咧就成立於2017年，
點解一間啱啱成立咗2年嘅公司能夠發展得咁快嘅呢？咁啊，瑞幸行嘅路線呢，就同星巴巴嗰啲咖啡呢就完全唔同嘅。咁啊，瑞幸咖啡呢，佢係只做外賣單嘅，理論上係不設堂食嘅，全程 app 落單，不設現金交易，低價路線薄利多銷啊，梗噶啦。佢大部分嘅門店呢都係冇堂食嘅，冇座位嘅。咁喺國內呢，有個別非旺地嘅店鋪呢，仲會有3幾個座位俾你坐嘅。不過就唔會有地方呢可以俾你安靜咁喺度傾偈嘅。你坐喺度亦都坐得唔舒服，身邊人來人往嘅，通常都係你攞完杯咖啡就走噶啦。瑞幸嘅擴張速度係好快嘅，一年啊開4000間門店。佢當初係瘋狂燒錢做廣告、做數據、做業績，近幾年啊開始盈利噶啦。不過瑞幸呢班老細呢，計數啊計得好叻嘅。喺國內早期啊，北上廣深呢啲一線城市呢，佢係唔開放加盟嘅，全部做自營店啊。嗰啲2、3線城市呢，先至開放俾人加盟嘅。不過聽講呢，最近1線城市呢，都已經開放咗加盟噶啦。佢哋依家個名堂呢，就唔係叫加盟嘅，叫做新零售合夥人啊。表面上講呢，就唔收加盟費嘅。咁啊，實際上咧就換咗個方式收你3筆費用。第一筆就裝修費，佢嘅裝修標準咧係3000蚊1平方米。假設間鋪頭係60平方米咁計啊，裝修費就係收你18萬人民幣。第二筆就係設備費21萬。第3筆就係保證金5萬蚊。呢3筆數合共就44萬人民幣。燈油火蠟鋪租人工嗰啲啊另外計算。瑞幸公司呢，就按毛利率階梯式抽提成，毛利少於2萬蚊嘅1分錢都唔抽，毛利2到3萬嘅抽10%，毛利去到3到4萬嘅抽20%，毛利去到4到8萬嘅抽30%，毛利8萬以上嘅抽40%。有啲似美國政府抽稅啊！每間店鋪嘅加盟合作呢，合約期係3年，3年之後啊再續約。因為3年後再續約呢，佢係要考核嘅。假如瑞幸唔同你續約嘅話呢，間店鋪嘅所有嘢呢，就歸總公司所有，變成直營店啦。咁啊，加盟瑞幸咖啡店有冇錢賺呢？我攞其中一間瑞幸加盟店嘅數據舉例啊。上述所講嘅裝修費加設備費加保證金，合計就44萬啦。再按鋪租係18000人民幣咁樣計算啦。房租押金就5萬，第1個月嘅月租就18000。咁樣你加盟嘅總投入呢，就係51萬，可以計算一下你有幾多錢賺啦。每日堂食售出就390杯，外賣就160杯。堂食嘅意思呢，就係自己喺 App 上面點單，自己走去門店自提嘅。外賣呢，就係通過外賣平台落單，即係美團啊、餓了麼啊、淘寶閃購啊嗰啲，佢係送到過去俾你噶啦，唔使你行噶啦。咁平台又會收翻你配送費咯，所以外賣就會略為貴啲嘅。堂食嘅單價呢，大概就9個9一杯。咁啊，堂食嘅390杯，佢一日嘅營業額呢，就係3861蚊，毛利率48%，扣除產品成本2007蚊，堂食嘅毛利呢，就係1852蚊。咁外賣客嘅單價呢，就係大概20蚊一杯，外賣嘅營業額呢，就3200蚊，扣除外賣平台嘅配送費800蚊，再扣除產品成本1120蚊。外賣嘅毛利呢，就係1280蚊，堂食加埋外賣呢嘅毛利就係1852加1280，即係3133蚊。呢個就係一日嘅毛利啦。今日3133蚊再乘以30日，月毛利呢就係93990蚊。瑞幸抽提成24600蚊，再扣除水電人工鋪租折舊費45500蚊。結果就係1個月呢，你嘅純利就係23900蚊。按3年計算，
你3年嘅純利潤呢，就係86,040蚊。咁所以依家加盟瑞幸咖啡呢，係有錢賺嘅。咁減翻你51萬嘅投資成本，3年淨利潤就係35,040蚊咯。多就唔多噶啦，飽你唔親，餓你唔死咁啦。咁啊，好過你擺銀行咯。作為一份被動收入嚟講，都幾唔錯嘅。咁啊，瑞幸咖啡呢，喺中國做得好成功噶啦。佢又好識得捕捉年輕人嘅心態嘅，而且咁啱啊撞正呢個經濟下行，佢係全程 app 落單，一係就自己去門店自提，一係就外賣配送，基本上就唔使好似星巴巴啊、麥當勞嗰啲咁樣排隊等攞餐嘅。通常你喺 app 上面落單，去到呢就啱啱好有得攞噶啦，成個過程係好流暢嘅，而且係打劫美國人嘅錢嚟到補貼中國人飲咖啡。加多咗一份愛國情懷落去，咁你想唔紅都幾難啦。而且瑞幸嘅性價比呢係好高嘅，依家一杯加濃美式係9.9人民幣一杯，一杯嘅份量呢就係450ml，即係16安士，裏面有3 shot espresso 噶啦。咁啊講到味道呢，瑞幸咖啡喺連鎖商業咖啡裏邊呢都算可以噶啦。咁啊，我個人口味啊，我淨係飲佢嘅加濃美式嘅啫。我覺得佢啲豆咧都算 OK 嘅，中深烘焙。星巴巴我最唔中意嘅啦，我覺得佢太淡啊，好似飲水咁。太平洋咖啡係最濃嘅，佢細杯係3 shot，中杯就4 shot，大杯就5 shot。我去得最多就係太平洋咖啡，16年、17年嘅時候成日都去。咁啊，講翻瑞幸咖啡啊，紐約同中國嘅市場呢就完全唔同嘅。美國嘅咖啡市場已經好成熟，佢能否成功呢？從目前嚟睇呢，仲係有啲優勢嘅。瑞幸喺美國呢就繼續沿用喺中國嘅 app 落單、到店自提嘅模式，喺 Apple Pay 啊、PayPal 嗰啲俾錢咯。呢種純線上買咖啡嘅模式呢，喺美國啊並未普及嘅。而且好適合紐約嗰啲快節奏生活啊！佢嘅售價係3.4毫半到7.9毫半美元咁上下啦。繼續玩低價氹你安裝佢嘅 Apps， 新用戶嘅第一杯咖啡呢就1.999美金一杯，佢嘅定價呢就啱啱比 Starbucks 平少少嘅。咁啊，但係美國嘅運營成本呢，比中國啊高好多嘅。你想咁樣去分一杯羹呢，真係唔係咁容易咯。瑞幸啊喺新加坡經營咗1年半啦，仍然未有盈利啊，所以照抄國內嘅做法去到人哋嘅成熟市場呢，未一定能夠賺到錢噶。咁啊，瑞幸想殺出去外面嘅市場呢，呢個思維係冇錯嘅。人哋嗰啲銀記腸粉嗰啲一早就殺晒過去啦。畢竟國內嘅經濟呢，依家一路向下，你睇下星巴巴都要賣中國股份啦。正因為國內嘅經濟越嚟越差，嗰啲平價咖啡呢先至越嚟越受歡迎嘅。Starbucks嗰啲揦埋得30幾蚊、40幾蚊人民幣一杯嘅，個市場已經越嚟越狹窄噶啦，盈利亦都一路向下。咁佢賣中國股份都好正常嘅。睇唔好前景就降低自己嘅股份佔比噶啦，降低自己嘅風險。嗱，星巴巴今次呢只係股權出讓啊，並不是要退出中國市場啊，暫時冇話要退出中國市場啊。依家中國嘅一線城市咖啡市場啊，競爭係相當激烈噶，淨係上海啊已經有9115家咖啡店噶。2025年嘅數據啊，星巴巴喺上海嘅佔有率呢，係佔到14% 咁高嘅，諗都諗到星巴巴喺上海嘅門店密度有幾高噶啦，好難再增加門店噶啦。咁而家對星巴巴最大嘅衝擊呢，梗係價格戰噶啦，大量嘅本土平價品牌推出市場，好似幸運家啊呢啲新興品牌，美式咖啡係賣到5.9人民幣一杯，仲揚言要開1萬間店。瑞幸依家國內已經有2.6萬間門店噶啦，富迪咖啡呢亦都已經開咗超過1.5萬間噶啦。好現實嘅問題啊，經濟環境越強呢，人均可支配嘅資金呢就越多。
星巴克呢啲貴價咖啡呢就會越興旺，反之越窮嘅話呢就會越傾向於低價產品。星巴克呢啲就會越嚟越萎縮。喺中國大陸嘅太平洋咖啡都死咗啦。太平洋咖啡曾經係僅次於星巴克嘅第2大品牌嘅連鎖咖啡店嚟㗎。假如再過多10年8年，個經濟進一步下滑，當啲人連9蚊一杯咖啡都要考慮嘅時候，內地嘅市場就好難做㗎啦。選擇殺出去外國開店呢，都係明智嘅。OK，今日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